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今仔搁再是主的圣日咯。咱三合伫遮来借着神的话语，借着诗歌来敬拜咱的主。虽然伫这年内面啊，咱拄着真侪困难，特别是这个新冠这个病毒临到这个世界，逐个国家，真侪社会各款的社会环境拢伫咧变迁，真侪人破病咯，真侪人生理无咯，失去了工作咯，所以互人真正会艰苦心，亲像伫黑暗当中伫咧摸索，到底这病毒的代志伫时会结束啊？那么这个疫苗伫时才有法通出现，并且这个是100%的有法通来帮助病人也是全世界人签了袂阁感染着，这拢是一个真大的问题。伫这个黑暗的情形内面咱阁较需要好的消息来甲咱报告，所以咱用吞忍忍耐的心来听候神的时间。咱先来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的听从，你的恩典。虽然阮伫苦难当中，但是上帝永无离开阮，伫阮身边咧安慰阮，伫咧帮助阮、保护阮。你及时赐予阮所需要的话语，及时所赐予阮这个身躯顶面一切的需要。求上帝你怜悯伫世界顶活伫苦难当中的人，也互因伫这款困难当中得到上帝的帮助，也互因思想到生命的意义，思想到伫上帝面头前的亏欠，思想到将来要怎样面对伊的生命的来生的代志。求上帝你开阮的心窍，开阮的属灵的目睭，互阮可能看清楚这个世上，看清楚家己，来看清楚上帝你的带领。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求主你借着你的灵来开阮的心窍，开阮的属灵的目睭，互阮存着这个感恩的心，来互阮存着这个辛苦的心，感谢你，来行阮水面的道路。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
几个兄弟姊妹，咱差不多有一年无听到圣诞歌咯。今仔日咯，咱听到这圣诞歌，心内实在真特别感觉真亲切听了这心中有一个平安的感觉有一个喜乐的感觉，并且听了内面的歌词互咱的生命对这个前途咱生命的前途有一个光明，有一个盼望。因为伫主耶稣内面，咱才有盼望。所以今仔日咱要讲的题目呢，咱的 topic 就是黑暗中的佳音，黑暗中的这个福音所以咱今仔就是咱的 topic 就是伫黑暗当中的佳音。所以今仔日咱的圣经节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章对第1节也开始读到第20节。我要用闽南话用白话来读。当怀日子，该撒阿古斯都有旨意落来，叫天下的人民拢着报名上册报名上册。这是基尼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节头一摆来举行这个报名上册的代志。众人就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就是去报道。约瑟也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到这个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做伯利恒因为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第5节，要甲伊所聘的妻子玛利亚三甲报名上册就是去 register。迄个时节，玛利亚的身孕已经动了，因伫遐的时阵，玛利亚的产期到了，要生了。第7节，就生了头胎的囝，用布包起来，放伫马槽内，因为客栈内无所在了。第8节，伫伯利恒的野地内，有各样的人暗暝按着天气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徛伫因的边头，主的阳光四面照着因。各样的人就真惊吓，迄个天使就对因讲：毋免惊，我要报托恁大欢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仔日伫大卫的城内为恁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恁会看到一个仔囝包着布倒伫马槽内，迄个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就是天使甲迄天使甲迄个天使赞美上帝，讲伫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伫地上平安归托迄个伊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因升天去了。各样的人彼此讲：咱来去伯利恒看看所成就的代志，就是主所指示咱。因就急忙去了，就找到玛利亚甲约瑟，又搁有迄个仔囝倒伫马槽内。既然看见了，就将天使论这囡仔的话断开了凡听见的就真惊吓各样人对因所讲的话。玛利亚却将这一切的代志
存伫心内，反复思想，各样的人挖倒去了，就挖倒去了。因为所听见、所看见一切的代志，正亲像天使向因所讲的，就归荣耀给上帝，赞美伊。这就是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今仔日的题目就是伫黑暗当中来报好消息，黑暗当中的佳音还是报这个福音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世界中大部分的人拢常常听到这个歹消息，还是假的消息，还是骗人的消息。咱今仔日所需要的是好的消息，伫灾难当中咱需要这个真正重要的消息，真正好的消息，是对咱逐个人有益处的。这就是今仔日咱所要讲的。咱知影，当咱世间人犯了罪了后就临到一个真严重的代志，就是罪恶甲这个死亡的代志。这两项包括这个痛苦在内了，有这个罪恶就有痛苦，就有这个死亡那么这是捆绑伫世间人的生命内面要怎样得到救呢？这是最得重要的，上帝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来拯救世间人。但是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就是一搭讲一部分，搁较无偌久，搁讲一部分，无偌久，一直来到耶稣出世的时阵这真正发生了，应验了。那么伫古早时当亚当夏娃犯罪了后无偌久上帝就预言跟因讲要有一个女人要出世这个查某囝，伊要来拯救世间人，伊是要破坏魔鬼的规矩，破坏魔鬼的权势。所以伫创世纪第3章第14节到15节，安尼讲讲耶和华对蛇讲，迄个蛇是代表什么？就是魔鬼，就是来陷害、来试探亚当夏娃的迄个魔鬼。所以耶和华对迄个蛇讲伊说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后代就是单数的，要来伤你的头，你指魔鬼却要伤伊的骹棍。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魔鬼的头，这个头是真重要的。伤魔鬼的头，意思就是致命伤就是要来摧毁魔鬼对咱人类这个罪甲死亡的这个权势，这个捆绑。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来摧毁魔鬼的工作，伊的权势。那么这个蛇呢，魔鬼来要伤这个囡仔这个伊的后裔的骹棍，意思就是顶十字架主耶稣会互人掠去顶十字架，牺牲了伊的生命，借着伊的牺牲代替罪来受刑罚，来拯救世间人这项代志。所以从古早时上帝就安尼预言的咯。到后来伫这个以赛亚书第7章第14节预言讲，伊讲我有一个童贞女要怀孕生囝要甲伊号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上帝甲咱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那么伫主耶稣降临的时阵这就是一个好消息。天使间讲，我保护恁大喜的消息，是真快乐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那么这个好消息怎样好呢？伊是正着上下来出现圣经讲
这个圣诞节的中心人物啊是谁啊？就是古今历史以来真独特的、真特别、真unique的一个人物。天使讲就是主基督。所以这个救恩啊，这个信息哦，这个好的消息啊，注重的是这个主基督要降临，要来到世间来拯救世间人。所以路加第2章啊，安尼讲，一些天使对因讲，唔免惊，我要保护恁大欢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伫今仔日伫大卫城内啊，要为恁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圣经内面每一摆讲到这基督的时节啊，这个基督哦，伫希腊文新约的希腊文啊，是讲到什么啊？皮哥末的王的意思，皮哥末啊。伫旧约时代哦，那有人要做王，有人要做先知啊，就这个宗教领袖哦，就用这个橄榄油来抹伊的头，为伊祝福基督。那这个简单的仪式哦，就是膏抹。那么一个希腊文哦是 Christos 伫咱翻译做这基督啊，基督的意思哦就是膏抹的意思。那伫旧约啊叫做弥赛亚，也是送这个意思，只是叫法无同。弥赛亚啊，就是膏抹膏立的王的意思。所以这个伫旧约时代有这款的仪式，所以耶稣降世叫做基督。那么被膏抹要做什么职位啊？要做什么代志啊？所以伊的职分是什么啊？所以当咱查考圣经的时阵，耶稣基督有被膏抹后有几项的职位。什么职位呢？是做一个救主啊！所以伊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伫大卫的城内要为恁生了一个救主。所以耶稣被膏抹后来到这个世间，要成做一个救主，要来拯救世间人。第二个身份是什么啊？先知啊！你膏抹的时阵哦，就是先知啊，甲因膏抹要做先知，甲因膏抹。所以这个先知的工作是什么啊？就是传达上帝的消息，传达上帝的话语，传达上帝的真理甲教训。第三项呢这个耶稣被膏抹膏立要做什么？要做一个祭司，祭司就是献祭，就是互人交神的建立迄个关系借着所献的祭叫祭司所行的所伊的职分。那么耶稣来做一个祭司的身份是什么啊？伊家己本身就是一个祭物，就一只羔羊披风险的羔羊。所以施浸约翰看去主耶稣的时阵，伊说：“恁看这是上帝的羔羊来拯救世间人的。”所以这个耶稣来也是做一个祭司，本身就是这个牺牲品，伊也是一个祭司的身份，来叫人叫神好好建立关系。那么说落去呢，也有这个身份，耶稣被膏立，要成做一位君王。君王是什么呢？是统治伊的百姓。所以伫天国内面耶稣要成做一位君王，是坐一个王位直到永远的，也是继承这个大卫王上帝甲这个大卫的这个立约的时节，伊讲伊要做王直到永远。那么伊的后代。咱看马太福音第1章，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大卫的后裔，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咱看伊是一个王的身份，伊是做一个来到世间做一个王，直到永远。
那么伊抑个是啥物身份呢？伊也是一个中保，中保就是从两方面开始和好起来，从上帝甲人会和好的工作。只有耶稣基督配得这个身份，伊有先知，有这是有君王，伊是一个中保，伊也是一只被献上的羔羊来为世间人赎罪。所以世间从古到今无一个人配得来做这个拯救世间人的工作，独独这位主耶稣基督。圣经佫在讲耶稣是主基督 the Lord the Lord。这个 Lord 这个主伫希伯来文就是耶和华，伊毋敢直称呼这个上帝的名，伊用这个耶和华还是亚伟来称呼上帝那么这个耶和华还是这个亚伟这个翻译出来就是英文的圣经的 Lord 也是上帝的意思啦，用就是耶稣就是上帝咯。所以这是一个真奥秘、真奇妙的这个名称如果耶稣若是以肉身来到这个伯利恒这对这个人的肉身伫伯利恒出世，伊是一个单单是一个人的身份那伊就无可能来拯救世间人啦，因为伊还佫有神的身份伫遮，有神的性格伫遐。如果耶稣若是诚做一个天使来到世间要来拯救世间人，也是无可能。耶稣无找天使来到世间来找伊的独生家。耶稣这个天使也无可能诚做一个无罪的身份来到世间诚做人独独有神，佫有人的身份所以这个报佳音的天使来讲耶稣是主基督 Christ the Lord 这个主就是耶和华，就是上帝咯。所以耶稣有神的本质伫伊的身顶，所以耶稣是神只有神才有可能解决人生命的代志，解决人罪的问题。佫说落去，耶稣是一个人耶稣是一个人，为什么呢？伊是伊肉身降临伫这个世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降生伫这个伯利恒。这伯利恒是一个小的城市，是一个实在的一个所在。到今仔日也搁伫遐咧。那伊出世的时阵，耶稣出世伫这个所在呢，毋是诚做一个成年人，真大汉的人咯，成年人来出现出来。这个出世，耶稣对天顶落来讲是一仙大仙人是一个人是一个成熟的人毋是安尼伊刚说经过这个圣灵的怀孕然后伫老母的腹肚内面9个多月280日左右怀孕，然后呢经过婴囝妹妹，经过儿童，经过少年时期，经过青年时期，到一个成长中正成熟的人。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成做一个人的款式来到世间人所以有人的款式，也就是代表这个人是一个完全的人来到这个世间，来替咱来担当咱世间人的罪，伊有上帝的身份所以耶稣的身份是真特别的，是古今中外所无一个人像耶稣安尼，无一个人配得像耶稣安尼来到世间做咱世间人的救主。所以
圣经讲，除伊以外，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啊！无一个人通拯救人，因为伫天下的天下人间啊，无一个输了一个名来靠着即款的人来得救啊！独主耶稣基督，除伊以外，无别的拯救了。感谢主啊！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呢？因为天使咧报告，我报托恁一个好的消息，所以这个报告出来是一个好的消息，是着传出来是一个消息，咱亲像新闻的消息安尼啊。现在新闻的消息有真有假，有欺骗的，为着经济缘故，为着要得到这个经济益处，也就传假消息出来。耶稣的诞生，伊出世的时阵，天使报告这个消息，伊无讲说我有一个种哲学家要来到世间人，要来教人教是人，什么是人？人应该着怎样做？怎样来生命是什么款的情形？怎样来生活？耶稣来也毋是天使也无报告，伊是一个道德家亲像孔子、孟子，也是西方的哲学家Aristotle 在出名人，伊毋是要叫人有一个好的道德，伊毋是。耶稣来是要做一个救主啊！救主是啥物？要救人的性命。人伫危险当中也阁毋知影危险这个是真正的危险人若是行伫沙漠内面无带水是真危险毋知影方向，直行，愈行危险是愈危险这个生命愈危险。伊若是毋知影直行落去，搁较危险。伊若是知影，会晓回头过来，还是求人帮助，伊就有得救了，盼望了。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真侪人会救主啊！无管人知影危险无危险，有人讲说我趁大钱我生活真好要食什么有什么，要去倒落有什么，要用什么有我生活内面的生命内面无欠用救主这是真可怜的。一个将要死的人伊也阁毋知影时机到了。因为这个人活到世间，无论你较偌好个，按照定命，人拢有一摆死，死后阁有一个审判。人逐摆袂记咧这项代志。所以直直我无需要，我活真爽无需要救主等伊破病严重要死的时阵伊会想讲我的灵魂要去倒落这个人要死的时阵，若无耶稣做伊的救赎主无论伊活较偌好命，也是无当用，因为这个好命只是几十年的缘故。迄个死后，迄个生命的延续直到永远看你是好命歹命。你若是有主耶稣伫你的生命拯救你的灵魂，你就是甲上帝永远同在，伫天国内面享受永远的快乐甲幸福。但是你死的时阵是空虚的，无救主耶稣，你的生命是黑暗的，是无前途的，是落去迄个地狱永远受苦的所在。所以咱人无管你接受还是无接受，你就需要救主；无管你明白还无明白，你就需要救主；无管你认为我真好命，无需要救主。这个也是真危险的，因为你是无耶稣的生命就是等于 zero 等于永远的受苦所以感谢主。这个囡仔跋落去，
这个深井内面啊也深啊。什么才是好消息啊？就有人救伊，才是好消息。啊，因老母我看到因家底下落去啊，奄奄一息啊！啊，你要死咯！哇，真侪怀救火车、救伤车就来要来拯救伊。啊，什么才是这个老母的好消息啊？伊个老母伫遐外面啊，伫惊啊，伫哭。有一个朋友来讲，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哦。今仔日哦，新闻甲人讲哦，今仔无黄台啦。这个是好消息无？叫我什么关系啊？对我这个讲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啊？换等一个人佮甲伊讲，讲这个老母讲，你知影嘛？今仔新闻的好消息哦是啥物啊？是咱的股票哦赚钱咯。这是好消息无？对伊也毋是好消息。换等一个人甲伊讲啊，你知影嘛？有一个真勇敢的人哦，落到钱的下骹啊，强强将这个囡仔救出来，现在已经安全伫顶骹了。这个才是对老母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对这个查某囡仔也是好消息。所以咱人啊，真正的好消息是啥物呢？是这个人咧要死咯，死后还有一个审判，好，这个哦，若有一个好消息，有人要来拯救，唔连落去永远的地狱内面，因为有人来替咱死，对咱受刑罚，就是耶稣基督。原来辛苦你的人，辛苦耶稣的人，恁的灵魂啊就得救了。这个才是真正好消息啊！所以哦，一个咧要死的人，有可能得到拯救吼，这个是好消息。今仔日真侪人得到这款的新冠病毒啊，有人讲哇，我听到某国家有一个真好的药吼，100%有可能医的，但是试了后啊，真侪人变搁较严重，有 side effect， 可能有人死去了。这个是好消息无？毋是好消息。然后这个真正有可能救伊的生命、救伊的灵魂，这款的疫苗吼，这款的vaccine信哦，这是对伊真正的好的消息，是100%有用效的，这是好消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啊，为什么是好消息？因为伊的这个消息是真的，是真真实实的好消息。咱今仔日所听见的消息啊，是谣言的，是欺骗的，是无影的，是假的。为什么呢？有时啊，为着伊的对敌则破坏好的歹的消息，造谣的消息，无影无迹的消息，所以人听去吼，毋知影要怎样，真艰苦心增加伊的惊吓甲忧愁啊。所以感谢主啊，耶稣来哦，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好消息。耶稣来哦，是真合时的。什么是合时呢？合时哦，说你凊彩时节接受主耶稣，你凊彩时哦，迄个时节就得到救了。换当一个人甲你讲说政府给咱一个好的消息伊讲换当一个人活到100岁吼，伊就可能得到100桶一个million100万的美金，这个是好消息。但是毋是对逐个人对什么时间都好消息。有的人破病要死去了，伊无法能得到这个100，无法能活到100岁。有人即阵是70岁，但是规身个破病，可能伊也是袂得到迄个100万的美金。所以讲一个人活到100岁就得到迄个，对伊毋是好消息啊。可能是对真少的人是好消息。所以主耶稣这个消息是真合时间的，真合时的。什么时节信主，什么时节就得救了，而且是永远得救。
感谢主的恩典。所以还有一项真重要的，咱通听到这个消息，咱能安心的。这个消息是出于爱的消息，就是听见人才安心，是一个有道德、有这个公义、慈爱、善良的上帝所供给的。所以圣经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相似托咱，叫一切信伊的人无至到灭亡，反倒当得到永远的生命。上帝的动机是出于爱，所以咱听见这个消息的时阵，主耶稣要来拯救世间人，这个是出于爱，是牺牲家己的生命，叫信伊的人才得救。你听见人就安心，相信的人也是安心，因为伊是一个出于动机是出于爱，伊是一个公义信实的上帝，是善良的上帝。所以圣经罗马书第8章32节安尼讲：神既然无疼惜家己的囝耶稣，为着咱众人牺牲了伊的生命，兼无将万民甲伊一同的做一个来白来相似托咱吗？所以上帝既然无疼惜伊的囝来牺牲伊的生命，为着拯救，即款的疼是真实的疼。所以咱信靠的人就有福气了。所以圣经讲，独基督伫咱还阁做罪人的时阵，为咱的罪来死。神的疼就伫这个，才就安尼来向咱来显明咯。咱还阁犯罪的时阵，伊就推咱死，毋是咱做一个乖囝，做一个好人，才要推咱死。咱还阁犯罪的时阵，伊就推咱死，这是看出上帝的真爱咯。所以，什么是好消息呢？好消息也是托全人类的，无管你是什么皮肤色，无管你是什么国籍的人，无管你是好业人，是贫苦的人，是有地位，还是无地位阶级的人上帝拢听的。这个消息是为着咱所有的人，这个消息为着万民的。感谢主，咱是何等的人！竟然有法能得到上帝的疼痛，牺牲了伊的囝来拯救人。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兄弟姊妹，伫今年这个2020年咱对春节的以后一直到今仔日，咱逐摆所听到，拢毋是好消息，拢是假消息，互咱惊心乱命的消息所以消息咱听到是啥物是病毒咯，死亡咯，生理无咯，这个无工作咯，这个互咱忧心苦闷、惊吓，所以消息咱真无爱听。但是今仔日的信息互咱一个真好的，我互你大欢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 COVID-19咱知影看亲像这个病毒较咱亲像一个魔鬼还是一个只野兽来交底伫咧吞食人的生命，要将人掠去到灭亡的道路去。无一个好消息，但是天使来圣诞节的时阵，天使来到世间，甲咱报好消息。我若听见，你相信接受的人咱就得到福气，咱就得到福气了。所以感谢主的恩典盼望咱每一个人听到了这个信息的时阵，无论你若是信主，咱就存着感恩的心，为着怀无信主的人，咱就传福音，亲像怀各样的人听到这个好消息，因倒去了后就传好消息。咱做一个基督徒，伫这个圣诞节也是着跟人讲你若是未信主未信耶稣
你着立刻洗，赶紧洗，毋通搁钱咯。因为咱毋知影第时要离开世间啊，一个人无主耶稣伫伊的生命内面立刻死去吼，伊是一个可怜大的人。因为伊无听到福音，无耶稣伫伊内面，伊死了后，伊灵魂就到迄个永远受苦难的所在。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吼。咱过来唱最后一个 music Christmas song 唱一个，咱真久无听到这个 Christmas song 咯，无听到这个圣诞歌，咱听到心内真欢喜，真有平安真有对生命，互咱一个盼望互咱心内较安定咱来三合来听这个圣诞歌。深山夜，众星照耀极光明，纪念良辰，亲爱救主降生。世人争论，却你最爱爱，因主来临。
咱三甲阿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让阮听到这个圣诞节的佳音。阮一阵世间人陷伫黑暗当中，仍然有法人听到这个美好的信息、美好的佳音，就是主耶稣要降世来拯救世间人。伫阮在黑暗当中的人有盼望，阮为着怀已经信主的人来祈祷。可能伊一阵也是伫各款的困难、病痛、忧愁当中，求上帝你特别施恩怜悯，减少因身躯顶面的痛苦，因所需用的求主你供应。伫心灵交物质上来供给因的需要。阮也是为着普天的今仔日来听到你福音的人，无论一阵因伫世界任何一个所在，因来听到这个信息，就谦卑家己，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伫这个黑暗的时刻，也互因亮光。互因光明，亲像怀博士有迄个天顶明亮的救星来引带因的路，到主耶稣面头前来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来敬拜主。所以，阮求主，你甲阮同在，伫即款黑暗的时节，互阮有平安。有盼望，有喜乐，所以求天父，你也伫这个时阵来祝福大家人，伫这个耶稣降生节得到快乐，得到平安，新年立福。愿上帝甲因同在，叫因的家庭每一个人同在，对年头到年尾，以马内利叫阮同在。但愿每一个人的心灵，亲像迄天使来学了上帝所讲的话，伫至高之处荣耀归乎神，伫地顶平安归乎伊所喜悦的人。愿上帝祝福，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